我们这个公司啊是一个这个家具设计公司，那你就简单的在我们这儿先画画图啊，试用期3个月，希望你呢在我们这里能够给我们一些有创新、不一样的，能给我们带来新鲜的元素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主管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冬眠，你还在骗我？我没有骗你啊，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一直都是有老公的。我知道，那对我来说这不重要。这怎么不重要？这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光知道我有老公，可是你不知道，我其实还没离婚呢。怎么着？美丽的冬眠 ，My Goddess。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这就是我老公。我老公麦克，麦克 ，This is 清明风。久闻大名，你就是传说中的气公子。怎么着？我没骗你吧？他就是我老公。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天天都来马场找我了，因为我老公会有点不高兴的。好。我真高兴你能把我当你的老公。对不起啊，我还有事儿。我看今天戚明峰是没有反应过来，如果等他反应过来了，下次再来没那么好对付了。管他呢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冬眠，我不希望你一个人过得这么辛苦。宁可风，你不会是全都告诉他了吧？我发誓，我什么也没说啊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到我们这个年龄，我不说你们也应该明白，咱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不安全的角落。可能你们俩觉得我最近变了，不再是那个温顺的小绵羊了。